要来赢看到2023年的第一道的曙光，包括台东的三仙台、台南的二寮、南市的东清、宜兰的太平山，拢是正理想的所在。宜兰罗东林管处阁特别提早到3点来开放，要让游客嘛当提早到太平山来号位，才袂来错过2023年第一道的日头光。气象局嘛特别来提醒，讲元旦的当天，北部甲中部落雨的几率较悬。若想要看这个日头光，愈往南部去，机会愈大。天嘛无光，日头为真远的山头慢慢浮起来，一瞬搁一瞬的日头光透过云海，眼前的百万美景出现伫咧宜兰的太平山。新年的头一天，拢会成真侪游客来遮行搭。根据中央气象局提供的2023年元旦日出的时间，大约伫咧下晝6点38分，所以特别提早开园迎接游客。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在元旦当日会凌晨3点开园。那太平山位于海拔2000公尺高，那一般会比平地的温度低大概10到12度左右。那也呼吁民众，请务必做好那个保暖衣物的准备。除了太平山的百万美景，2023年台湾第一道曙光6点32分会伫咧南市东清上场，本岛是6点35分伫咧屏东龙溪出现。想要感受到新年第一道日头光，绝对要把握机会。若讲袂到曙光的朋友嘛无要紧，嘉义县政府嘛举办阿里山日出印象音乐会，伫咧迷人的旋律内底感受暖冬。正做台湾3大日出观赏圣地之一的台南二寮，互讲作是上瓦近城市的曙光。金色的日头光和绵绵的云海，就亲像是一北山水画，真有气氛。不过出名的景点，想要看到水景的游客，都要提早来遮占位。小林说，20多年陪伴游客迎接曙光的台东三仙台北港桥，搁伫咧整修。不过，过来遮耍的人嘛是真多。若大家上关心的元旦天气，中南部以北落雨几率悬，想要看到曙光的民众，愈往南部行，机会就愈悬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